6. 廣州從化卓斯道溫泉度假酒店，地處有廣州後花園之稱嘅從化良口鎮流溪溫泉度假區，原生態森林環繞，擁有32年溫泉開採歷史，日出水量達到1000立方米，出水溫度50多度，水中仲含有稀有嘅氡元素，有保健養生作用。7. 江門古德溫泉度假區享有一地兩泉、世界罕見嘅美譽，有多個形態各異、療效不同嘅溫泉泡池。一種係鹹水溫泉，出口水溫88度，仲有30多種礦物質，有促進新陳代謝嘅效果。另一種係淡水溫泉，出口水溫55度，低礦化度，屬於溫熱醫療礦泉，可以改善代謝功能、美容護膚、促進血液循環。8. 清遠希樂谷溫泉度假酒店被8萬畝原生山林環繞，擁有87度天然地熱溫泉，規劃咗9大溫泉區，錯落有致咁分佈喺別具特色嘅半山斜坡地帶，有增強身體抵抗力、美白養顏、舒展身心嘅功效。9. 珠海海泉灣海洋溫泉度假區有南海第一泉之稱嘅5星級鹹水溫泉，純天然優質嘅鹹水溫泉，出口水溫常年78至83攝氏度，清澈無色，水質中性溫和，當中含有30多種有益於人體嘅微量元素同礦物質。10. 恩平錦江溫泉度假酒店依傍喺山清水秀嘅錦江河畔，背靠7星坑原始森林，山巒起伏，綠野滿目，空氣清新，設有動感溫泉，主要由溫泉衝浪、溫泉漂流同運動游泳池組成，用溫泉養生與運動休閒於一身，實現養生與自然結合。天氣轉凍，有興趣就帶埋屋企人嚟一場廣東秋日專屬溫泉之旅。